大家好，歡迎收睇今日嘅拉斯維加斯生活資訊站。今日主要新聞有：聯邦儲備局宣布維持利率水平不變；內華達州保險法新制度正式影響房屋保障；以及 Boring Company 隧道網路獲准延伸進入市中心區域。喺進入詳細報道前，衷心感謝各位對頻道嘅支持。如果你鍾意我哋嘅內容，請記得點讚、訂閱並分享。特別提醒微信嘅朋友，若果無法直接點擊訂閱，請點擊右上角嘅點點點選擇，喺瀏覽器中開啟，並跳轉至 YouTube App， 咁樣你先至能夠第一時間收到最新資訊。繼續詳細嘅新聞報道。首先關注對居民財務狀況有重大影響嘅貨幣政策。聯邦儲備局喺星期三正式宣布，將基準利率水平維持喺3.5%至3.75%嘅區間不變。主席鮑威爾指出，由於經濟前景仍然存在好多不確定因素，目前並非削減利息嘅時機。對於居住喺拉斯維加斯並計劃喺近期申請房屋抵押貸款或汽車貸款嘅居民而言，呢個意味住借貸成本喺短期內將維持喺目前較高嘅水平，唔會進一步下降。與此同時，關於房屋保險嘅保障範圍亦都有重要變動。內華達州最新實施嘅 AB 376號法案，而家允許保險公司喺提供房屋保險或住戶協會保險時，考慮將野火保障項目從標準保單中移除。對於居住喺山區或者係乾旱灌木叢附近嘅居民嚟講，呢個可能導致現有嘅保險保障縮減。建議各位房主盡快聯繫保險經紀，確認是否需要額外購買獨立嘅野火保險，以免面臨財務風險。不過喺公用事業開支方面，則有小幅下調嘅消息。南內華達州嘅天然氣供應商 Southwest Gas 已經實施新嘅季度費率，單一家庭住戶嘅平均每月費率將下調約1.3%，預計每戶每月可以節省$0.57。喺交通與基建方面，15號公路銜接嘅215號快速道路喺 Jones Boulevard 路段早前發生嚴重交通事故。雖然目前路面已經清理完畢並恢復通訊，但係該宗涉及3架車嘅致命意外仍然引起大眾對路面安全嘅關注。而喺 Harry Reid 國際機場，一架英國航空航班喺起飛時發生輪胎掉落意外。聯邦航空局目前已經針對該機械故障展開詳細嘅調查。此外，連接南加州嘅高鐵項目 Bright Line West 持續推進，官方表示正借鑒營運數據嚟優化拉斯維加斯線路嘅建設進度。城市發展與社區活動方面，拉斯維加斯市政府於星期三簽發咗首張建築許可證，正式批准 Boring Company 將 Vegas Loop 地下隧道網絡延伸至市中心區域，首個站點預計將設喺 The Strat 酒店北側，完工後將大幅縮短市中心前往機場嘅交通時間。對於喜愛節慶活動嘅華人朋友， Bellagio 溫室花園嘅馬年主題展覽目前正免費對外開放。現場設有精美嘅花卉裝置同馬年裝飾，係今日同屋企人出遊拍照嘅理想選擇。希望今日嘅拉斯維加斯新聞對你嘅生活有所啟發。最後再次提醒，如果你覺得內容實用，請務必點讚並訂閱支持。微信嘅朋友請記得跳轉至 YouTube App 進行訂閱，以免錯過我哋每日嘅更新。你嘅支持係我哋持續創作嘅最大動力。多謝大家支持。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